民陣發起7·1遊行，警方公布下晝5點23分，所有遊行人士離開維園，統計有51000人。民陣初步估計遊行人數超過10萬，反對遞補方案同埋地產霸權嘅口號不絕於耳，亦都有要求行政長官下台。郭麗婷報導。烈日當空，市民擔遮撥扇都要上街。未到3點，過萬名市民人逼人，幾乎逼爆維園。配合打倒地產霸權，帶頭嘅包括菜園村同埋美孚新村嘅居民。繼03年之後，今年遊行主題再次要求行政長官落台。呢一句口號沿途冇停過。大批市民喺中途加入，銅鑼灣軒尼詩道水泄不通，人潮逼滿3條行車線。天口慶人心仲慶，為反對遞補方案而上街。反對替補機制，係啦。我哋自己投票，唔使人哋幫我決定。之前又話即係唔能夠同一張名單替補，依家又同一張名單替補，係完全係朝令夕改，係一個跛腳鴨嘅政府咯。如果唔嚟抗爭，就好似溫水煮蛙咁，遲啲咩權利我哋都冇啊，就好似大陸咁啊！主力推銷遞補方案嘅林瑞麟成為眾矢之的。林瑞麟下台咯，等佢喺全國市民鞠躬道歉咯。佢一手一腳咁樣推出呢個咁唔合理嘅機制出嚟，咁我覺得佢要為佢即係侮辱我哋市民負責咯。遊行市民經過軒尼詩道到灣仔，再由金鐘轉上政府總部。先頭部隊大約用咗2個鐘頭到達終點政府總部，要求曾班子下台嘅聲音叫得更加響。今年7·1遊行其中一個明確嘅主題就係要求曾蔭權同埋多名政府官員落台。嚟到政府總部，除咗係嚴密布防、架起多重鐵馬之外，連署亦都要由多名嘅保安員手拉手圍起。香港電視記者郭麗婷報道。遊行隊伍陸續抵達政府總部嘅。記者尹永軒喺嗰邊，喺尹永軒啊，有冇示威者留低唔肯離開啊？啱大會最新嘅消息就話啦，喺7點鐘左右，今次參加7·1遊行嘅隊尾呢，先喺銅鑼灣晨光百貨㗎。咁隨住越嚟越多遊行人士嚟到政府總部呢一度啦，已經有幾百人呢喺度聚集㗎啦，將政府總部呢一個空地呢，大部分已經係坐滿咗。咁佢哋呢情緒都係好高昂㗎，不停喺度高叫口號，又喺度敲打樂器，表達佢哋嘅不滿。主要都係反對替補機制、地產霸權以及係要求行政長官曾蔭權落台㗎。咁佢哋暫時咧都表現得好克制，仲未有同警方發生過任何衝突。不過佢哋就已經講明話會留守，直到政府回應佢哋嘅訴求為止㗎。警方同埋保安啦，亦都動員過百人啦喺現場築成人鏈、架起鐵馬啦，係維持住秩序，一路監察住嘅情況。而保安人員啦特別咧將政府總部中央嘅一棵大樹圍起，以防咧係有人栽種茉莉花㗎。咁我哋會一路喺度同大家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置業安居、復建居屋、反地產霸權係遊行人士嘅另一大訴求。無論係上咗年紀，抑或係年輕人，都表示喺樓市高企底下冇辦法置業，要求政府正視問題，提出有效嘅房屋政策。陳永林報導。樓價不斷飆升，令民怨沸騰，反對地產霸權嘅聲音不絕於耳。打倒地產霸權！呢間特製屋反映低下階層無處容身，居住環境差過棺材。公屋起唔夠，公屋起唔夠，街坊等到嘔，街坊等到嘔。有年輕人話買樓遙不可及，咁都唔敢諗，因為根本人工就追唔到個通脹，點儲都唔會有錢去可以達到買樓呢個目標嘅。即使上咗年紀，都唔奢望有樓揸手。我哋咁年紀咁大都未人有層樓。何況啲細路仔啊，佢哋其實唔係話想咁快有層樓，而係冇希望啊！唔同我哋後生嗰陣時啊，我哋後生嗰時係有希望，佢哋係冇希望啊！同埋佢政策咧，即係好似朝令夕改咁樣啊，即係唔得好長遠咁樣咯。
遊行隊伍行到中環長江中心外，高叫口號。打倒地產霸權！打倒地產霸權！打倒官商勾結！打倒官商勾結！又將長實主席李嘉誠嘅樣加上魔鬼嘅角，同行政長官曾蔭權手拖手，寓意官商勾結。有遊行人士認為現時政府打擊樓市嘅措施唔到位，希望當局能夠針對性幫助基層市民上樓，唔好令到佢哋變成無殼蝸牛。亞寬頻電視記者陳詠琳報導。呢一位記者過節日就喺長江中心嗰邊嘅，係啊，警方係咪部署咗大批警力喺呢一度啊？係啊，咁而家喺長江中心嘅呢一個位置咧，咁可以見到咧，仍然係陸陸續續咧，見到有遊行人士咧，就係經呢一度沿住皇后大道中咧，繼續向前行去經呢個炮台嚟上去政府總部㗎。可以見到而家嘅人潮咧，佢係已經冇早前咧擠得咁密密麻麻，已經係較為疏落㗎啦。咁但係咧喺呢個位置咧，仍然係未見到呢個龍尾㗎。咁嘅示威人士、遊行人士咧，繼續係手持佢哋嘅標語啊、橫額，爭取佢哋嘅訴求啦。由於今年嘅其中一個遊行主題咧，就係反呢個嘅地產霸權啊，咁所以咧，當早前有一啲嘅爭取反地產霸權嘅團體嚟到長江中心嘅呢個位置嘅時候呢，亦都有稍作停留，並且呢就有向呢個長江中心呢就喝倒彩㗎。咁啊，亦都因為呢今次呢喺呢一個嘅呢個位置呢，喺早前呢亦都係有一啲嘅示威嘅活動啦。咁所以見到呢警方嘅喺呢個嘅把守方面呢，都係呢去布防呢係亦都係有比較為嚴密。可以見到呢有幾十名嘅警員喺度把守呢，亦都有加設鐵馬㗎。咁另外喺現場呢，亦都可以呢聽到呢，亦都有一啲嘅遊行人士呢。就係咧透過呢個擴音器咧，就呼籲其他嘅遊行者咧，佢哋咧去到政府總部之後就係唔好離開，要繼續留守。咁更加聲言呢，就話真正嘅抗爭咧，真正嘅戰場咧，為日落之後咧先至會出現㗎。好啦，喺度報道暫時係咁多，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10幾個中港家庭代表參與遊行，捍衛港人內地太太喺香港分娩嘅權利。有港人內地太太懷孕6個月，仲未預約到床位，聲言會喺臨盆嘅時候強行衝急症室生仔。譚以和報導。福大便便喺烈日當空加入遊行隊伍。媽媽要床位，爸爸要出世。行出嚟目的係為自己嘅胎兒爭取權益。公立醫院一刀切，今年唔再收內地孕婦，被拒諸門外嘅包括港人內地太太。大陸係一孩政策啊嘛，你生咗個男孩咧，就唔可以生第二胎喎。如果女仔咧就可以生第二胎，就攞唔到啲準生證咯，攞唔到準生證你申請唔到咯。所以你呢一胎一定要喺香港。係啊係啊。係咪啊？係啊。咁唔通你叫我落咗佢啊？見老婆大住肚，10月中就要生，陳生幫唔到手，忍無可忍，一齊上街。周圍撲，周圍玩打電話，都係話冇，都係冇。就算有，都係10幾萬，好貴，係完全係俾負擔唔抵。翻嗰陣時可能打心跳狗入急症咯，冇辦法㗎呢樣嘢，呢個政府逼我哋咁樣做㗎，同你講我哋都唔想㗎。有喺香港生完 BB 嘅中港家庭，仲帶埋小朋友，以過來人身份幫同胞發聲。下邊仲有好多中港家庭㗎嘛，好多㗎嘛，係啊，呢個問題一路都冇解決，我希望政府盡快去解決呢個問題啦。一人一電話。中港家庭權益會話，除咗遊行，仲會呼籲受影響嘅家庭一人一電話向曾蔭權、周欣樂同埋醫管局管理層投訴。亞寬頻電視記者譚以和報導。警方早前曾經提過，遊行人士如果玩樂器，有機會被檢控，引起唔少市民不滿，質疑警權過大。特別喺遊行期間自備或者係自製樂器，沿途演奏，以示不滿。梁卓琪報導。7日遊行引發音樂抗爭。佢哋抗議警方一度唔批准遊行期間玩樂器。我哋又唔係帶攻擊性樂器，我哋帶自己樂器嘅啫喎，冇問題啊！唔可以相信係有呢一個咁嘅法例，即係好似禁止你唞氣咁樣。
細路齊齊奏出不滿嘅樂章。冇玩開樂器㗎，亦都自製樂器表達不滿。個成嘅樂章，然後咧就擠有啲黑豆喺裏邊，咁樣咧就咁樣，然後咧就點解響應今次呢個號召話要帶樂器去遊行咧？因為佢最初話唔準帶樂器啊嘛，唔準玩音樂啊嘛，我覺得完全係荒謬嘅。焗蛋糕嘅兜啊，係啦，咁攞嚟做樂器咯，係啊。點解要響應咧？帶樂器上嚟遊行咧？快樂抗爭啊嘛，咁佢越唔俾我哋帶，我咪越嚟要帶咯。佢下次唔俾我哋行路嘅，我哋咪爬咯。你冇得管。有人就化身做音樂保安，批判政府。第時警權過大嗰陣時咧，講嘢都唔做得啦。咁可能連喺街度玩下樂器、敲下會發聲嘅嘢嘅權利都冇啊！呢班參與音樂抗爭嘅市民係由網民號召㗎，佢哋喺崇光百貨集合之後，喺中途加入遊行隊伍。那寬頻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政府發言人就話：尊重市民遊行同埋發表意見嘅權利，亦都係非常重視市民嘅訴求，會繼續虛心聆聽，令到施政更能夠切合市民所需。發言人又話：政府明白復建居屋訴求背後嘅願望，行政長官會喺施政報告嗰度交代。政府亦都再次重申，立法會議席遞補機制嘅法案堵塞濫用補選機制嘅漏洞，市民嘅選舉權冇被剝奪，強調修訂方案係合法同埋合憲。至於非本地孕婦嘅分娩問題，政府就話會喺現行政策框架內協助跨境家庭。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咗升旗禮同埋慶祝回歸酒會，佢話喺剩低嘅1年任期會以堅毅嘅態度奮鬥至到最後1分1秒。潘靜文報導。特區政府成立14週年，曾蔭權出席慶祝酒會嘅時候表示，過去1年成立咗關愛基金，又實施咗最低工資、交通津貼等嘅措施，開展咗扶貧工作嘅新一頁。但係社會上仲有唔少嘅挑戰要面對，例如環球經濟急速變化、通脹升溫、樓價高企等等嘅問題，影響到香港整體嘅經濟，以至市民日常嘅生活，需要用心處理。但好深信，只要大家用心聆聽不同嘅訴求，以務實嘅態度和衷共濟、共謀共議，香港一定能夠跨越挑戰，繼續繁榮進步。仲有1年就卸任嘅曾蔭權喺酒會上有感而發。出年喺今日就係政府換屆嘅時候，有人講政府已經踏入咗夕陽嘅階段，難有作為。我無意糾纏喺呢啲虛無縹緲嘅政治嘅術語，我喺呢度向市民講出我心底嘅話。喺未來1年，我同我嘅團隊會繼續踏實工作，堅毅不懈，以謙虛嘅態度為市民嘅幸福奮鬥到最後1分1秒，為我哋美好嘅將來乾杯！曾蔭權向嘉賓祝酒，慶祝回歸14週年。酒會前，金紫荊廣場舉行咗升旗禮，國歌奏起，全場肅立。國旗同區旗洋洋升起。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喺上空展示國旗同區旗，消防同水警亦喺維港海面敬禮。升旗禮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到場觀賞。那寬頻電視記者潘勝文報導。